Hello， 大家好，A 空好家園阿唐，歡迎大家收睇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咁啊，一路睇我視頻，一路識我嘅人咧，都知道我中意海釣嘅嚇。咁啊，又到咗呢個魷魚嘅季節啦。咁啊，好多人咧就包船出海嚇。咁啊，趁住呢個話題咧，就梗係有人中伏㗎啦嚇。咁啊，今日咧就整理咗啲資料嚇，同大家講講嚇，出海釣魚其實都會中伏㗎喎嚇。好，咁啊，中意咧出海釣魷魚。海釣嘅趕海嘅咁啊，今期呢個視頻咧就一定要睇完啦。咁啊，好多咧香港朋友咧北上喺大灣區咧就玩海，咁啊本身咧就開開心心可以放鬆下，點知遇到無良嘅商家，登船前咧就一個價，上船後咧就亂加價。咁啊講好咧係包呢個裝備嘅，咁啊結果咧樣樣都要收費。咁啊承諾呢個釣點係好靚，服務好，實際咧就隨便開兩下就翻岸啦。咁啊漁獲咧仲要搶住同你分喎嚇。咁啊我見過咧太多港人咧被劏啦嚇，咁啊就被套路啦嚇，投訴無門啦，忍聲吞氣啦嚇。咁啊今期咧就同大家咧全盤去拆解，了解呢個內地海釣趕海釣魷魚嘅船家所有嘅坑。咁啊，教大家咧，從呢個預約到登船，全程避坑，一分冤枉錢咧都唔使花，玩得安心又盡興嚇。好，咁啊第一部分啦，咁啊內地嘅船家咧最常見劏客嘅套路大拆解。咁啊首先同大家講下，無良嘅船家嘅套路咧就萬變不離其宗嘅。咁啊主要咧就集中咧呢幾類。咁啊每一個都係港人咧高頻去踩坑嘅點啊。好，第一種。低價引流咁啊上船咧就瘋狂加價，咁啊喺碼頭咧網上報價咧就超低，即係譬如話咧百零蚊咧就可以拼船咧釣魷魚幾百蚊就可以包船出海，咁啊你一上船咧就變晒面啦，咁啊話呢個魚竿要租金啦呢啲魚餌咧要加錢啦，釣位咧要加價，開遠啲咧就要加啲燃油費，咁啊甚至乎咧呢個救生衣燈光咧都係要收錢。唔俾咧就唔俾你釣咁啊船開到海中間咧，你根本都冇得揀第二種咧就服務咧嚴重縮水，貨不對版。咁啊預約嘅時候咧講好就出海3個鐘，咁啊去到海釣嘅點咧咁啊專人要帶釣，實際咧就開船咧1個鐘就話風浪大，咁啊漁情咧差就要翻岸啦。咁啊趕海就話咧帶你去靚嘅灘塗啦，係嘛？結果咧就帶你一爛離地。咁啊釣魷魚咧就冇專業嘅燈咁啊全程咧釣唔到幾條，純粹咧就浪費時間咁啊第三種咧就漁獲嘅套路啦強行分成。咁啊講好咗咧漁獲咧就全部歸你，上岸後咧船家咧就話咧大魚要分要收呢一個咧加工費同埋保鮮費，甚至乎咧你釣嘅魚咧佢話佢養殖嘅要花呢一個錢先至可以帶走明擺搶錢咁啊第四種咧就係咧冇證嘅黑船啦，安全冇保障。咁啊好多係咧三無嘅船隻咁啊冇呢個營運嘅資質，同埋冇保險，救生嘅設備咧就比較殘缺超載載客。咁啊出海之後咧完全係個安全冇保障，出事咧都冇人負責。咁啊仲要係咧呢類船咧就劏客係最狠嘅。好，第5種啦臨時變卦坐地起價，咁啊約好個時間價格登船就話船壞咗要換大船強制加價，或者咧要拼船咧就臨時加人，咁啊擠到冇位置，咁啊體驗感咧就極差，咁啊唔去咧訂金又冇得退咁樣第二部分預約交涉提前避坑，守住底線核心嘅要點先小人後君子，咁啊所有嘅約定咧就白紙黑字，口頭承諾一概唔信。第一步咁啊認準咧正規嘅船家，拒絕黑船。咁啊預約嘅時候咧一定要求船家咧係出示呢一個咧營業執照嘅運輸證，保證嘅咧就直接拉黑。咁啊盡量咧係選呢個平台落單有實體鋪嘅口碑好嘅船家。唔好信咧碼頭咧主動去撩你拉客嘅拉客仔，咁啊佢哋咧就佣金高，咁啊後期咧就劏客會更加之狠好，第二部分啦，問清楚所有嘅收費啦確認咧係一價全包啦交涉嘅時候咧逐條係問清楚，錄音或者文字個記錄咁啊第一點咧總價係包含咩服務咁啊出海嘅時長啦釣點嘅遠近啦趕海嘅區域啦，咁啊是否咧包往返。咁啊第二點咧就裝備咧是否免費魚竿魚餌
釣魷魚嘅燈啊、水桶啊、救生衣啊，全部是否免費提供冇租金。咁啊第三個咧冇額外嘅費用。咁啊燃油費啦、停車費啦、保險費啦、加工費啦、漁獲嘅分成啦，一概係提前講清楚。咁啊第四點咧就係聘船嘅人數啦。咁啊包船咧係限載嘅人數杜絕咧就臨時加人。咁啊第五咧就天氣啦。咁啊船隻咧故障取消訂金是否可退可改期。咁啊一定要講死咁啊一價全包。登船嗰時咧絕對唔接受咧任何形式嘅加價隱性消費。好，咁啊第三步啦明確服務嘅標準，避免縮水約定好咧出海嘅時長、具體嘅釣點、趕海嘅位置、漁獲咧全部歸屬是否有船長教學，特別是咧夜釣魷魚，一定要確認呢個燈光個設備是否齊全，唔好俾佢哋咧敷衍了事。咁啊第四步咧保留證據啦唔好輕信咧轉存款。咁啊盡量咧係走第三方平台付款，唔好直接微信轉存款。咁啊最多咧係付呢個小額嘅訂金啦。咁啊所有嘅聊天記錄、報價咁啊約定全部保留。咁啊轉賬備註係海釣釣魷魚嘅訂金，一價全包，冇額外嘅收費。咁啊第三啦，登船同埋遊玩現場見招拆招絕對唔妥協。第一個咧就登船前啦，再次核對人數啦、裝備啦、服務嘅內容啦，同埋約定唔一致嘅咁啊直接就唔上船啦，要求退訂金。咁啊第二個咧上船後咧發現係亂收費，要加價，直接拒絕。咁啊明確話之前已經係約定好咧一價全包。咁啊唔好俾額外嘅費用，態度咧一定要強硬。咁第三咧就發現船家咧故意係縮短呢個時長，咁啊帶去差嘅釣點咁啊當場就提出質疑啦，要求咧按照約定嘅服務，咁啊唔配合咧就要求提前翻岸，咁啊退款。咁啊第四咧就漁獲咧歸屬咧當場確認啦咁啊釣到嘅魚啦、魷魚啦、趕海挖到嘅海鮮咧，全部自己咧收好，唔好俾船家咧隨意攞走，強行收費。咁啊第五咧就遇到咧無證嘅船超載、安全嘅設備缺失直接咧拒絕登船啦，哪怕訂金咧退唔退都好唔好冒險，安全永遠都係排第一嘅。好，咁啊總結翻啦，香港朋友內地咧就海釣啦、趕海啦、釣魷魚咧唔好貪低價錢，所有約定嘅就要留證據咁啊強硬拒絕咧隱性嘅消費，絕對唔好被拖。咁啊出海咧玩就為咗開心唔好俾咧無良嘅商家咧壞咗心情。咁啊覺得呢期嘅乾貨有用嘅朋友咧，記得點讚、轉發、收藏，發俾身邊咧中意出海嘅朋友下下期咧會分享更加之多港人北上消費避坑嘅攻略，關注我玩轉大灣區唔踩坑，下期再見，拜拜。